上帝點解會容許一啲人遭遇各種各樣嘅苦難？喺呢啲問題嘅背後，無非都係好希望有一位嘅上帝為人類種種嘅不幸負上責任。但係我哋忘記咗，上帝已經將管理世界嘅責任託付咗俾我哋。如果我哋有一日返到屋企，發覺冇電或者跳咗 fuse， 我哋會唔會去質問上帝，要求上帝賠返個 fuse 俾我哋呢？我好相信係唔會嘅，因為我哋知道實際管理呢間屋嘅係我哋自己，或者可以咁講，係上帝要我哋去好好嘅管理呢一間嘅房屋。聖經當中第一宗嘅謀殺案，該隱殺亞伯，骨肉相殘，不為什麼，只因上帝喜歡亞伯。亞伯嘅成功喺該隱嘅眼裏邊成為咗自己嘅失敗，因為嫉妒嘅緣故，於是佢殺咗佢嘅兄弟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嘅年輕人睇見世上好多嘅苦難，佢走去質問上帝：上帝，點解你唔做啲嘢？你唔會做啲嘢係讓呢個世界嘅苦難係好啲呢？上帝聽佢申訴之後，就微笑嘅同佢講：兄弟啊，我已經做咗啦，我做咗你啊嘛。上帝已經做咗我哋，呢個就係佢管理世界嘅方法。另一方面，面對苦難，我哋可以問上帝可以點樣嘅祝福呢個世界呢？話說有兩兄弟，哥哥智商好高，書讀得好叻，呢個係上帝嘅恩賜。但係細佬天生就智商好低，於是有人就會問：點解哥哥會咁聰明，細佬會咁蠢？上帝係咪好唔公平呢？細佬究竟做錯啲乜嘢？點解一生出嚟就咁蠢呢？上帝總有佢嘅旨意。上帝用咗高智商祝福咗哥哥，卻用咗好嘅哥哥去祝福佢嘅細佬。如果哥哥係善用上帝俾佢嘅智商，因為哥哥會成功，會快樂。如果兩兄弟情同手足，哥哥又不斷嘅以愛、以耐性去關懷細佬，細佬亦都一定會成功，一定會快樂。高智商係一種恩典，有一個好哥哥亦都係一種恩典。上帝從來係唔會偏心嘅。相反嘅，各位高智商嘅哥哥要格外嘅小心，因為有一日佢嚟到審判台前面對主耶穌嘅時候，主耶穌會問佢：凡做喺我弟兄中最小嘅身上邊，就係做喺我身上邊。你有冇對你最小嘅弟兄負上責任呢？有錢嘅人同埋有錢嘅國家，如果唔善用佢哋自己嘅財富同埋資源去幫助有需要嘅兄弟姊妹，唔讓自己嘅富裕帶嚟世界祝福，佢哋所擁有嘅一切反過來會成為咗佢哋自己嘅咒詛同埋懲罰。今日如果當我哋祈求上帝去祝福我哋嘅父母，其實父母最大嘅恩典係有好嘅兒女。如果我哋唔願意做好嘅兒女，卻叫上帝直接嘅祝福我哋嘅父母，呢個就係推卸責任。當然我相信上帝佢能夠直接嘅祝福我哋嘅父母，但我更加相信上帝更加願意嘅，我哋成為我哋父母嘅祝福。基於同樣嘅理由，上帝都一定嘅願意我哋成為我哋嘅屋企，我哋成為我哋嘅學校，成為我哋嘅公司，成為我哋嘅教會，成為我哋嘅鄰舍，成為我哋身邊嘅人嘅祝福。苦難雖然係一種嘅奧秘，唔能夠完全嘅有答案，但係只要我哋願意將恩典、將祝福帶嚟呢個世界上邊，我好相信上帝嘅旨意就係要我哋彼此嘅成為祝福，
藉此去減輕世上嘅苦難同埋不幸。